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。喙焦的人来，遮有水；无钱的人嘛来买来食。来买酒买啉，毋免钱，毋免代价。若着开钱买袂值得的物，若着用劳苦趁的钱买食袂饱的物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物通食，通享受上好的食物，互恁满足。恁着压耳孔听来就近我，着听恁遮话我。我要甲恁立永远的约，互恁得到我应允代笔迄个确实不变的疼。我有指派伊做万国的见证人，做万民的领袖，统治因。你看，你会调一你以前毋捌的国民，毋捌你的国民，拢会总来倚靠你。上主你的上帝要促成即个事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要互你受尊重，得到荣耀。着趁上主找着的时找求伊，趁伊伫身边的时求叫伊。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。因着归向上主，以为怜悯因；着归向伊的上帝，以为宽宏赦免因。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天比地较悬，相款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较悬，我的意念嘛比恁的意念较悬。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，要润泽大地，互五谷哺养大丛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米粮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，我的话绝对会实现，袂落空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，受引带平平安安转去。大山小山会伫恁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会拍扑仔欢喜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，有草刺的所在会发重青树。这要做永远不灭的记号，互恁会记得上主的作为。